国际消息来关心，以色列调查维夫在初一的时阵爆发大规模加路的示威，因为军方在加沙走廊拉法关口附近找到6具人质的遗体，因抗议总理纳坦雅胡对救人是一点仔作为都无，按算初二要继续罢工。也来讲一讲，以色列持续轰炸加沙，有一间用来做避难所的学校去互空袭，造成至少11个人死亡。 示威的民众爬起伫高速公路、加主要路占调的车拢无法度过。这寡民众是知影以色列军方伫加沙一个地图内面找到6具人质的尸体了，情绪激动。时间一天一天过去，恐惊这种歹消息会愈来愈多。以色列卫星曝光，这款人质是一个被发现进前48到72点钟，敢若是处决同款，互人开几落枪。 There is no time at all. We are asking from our government to stop everything and to make a deal. 示威民众抗议总理纳坦雅胡双手拢是人质的血，罗工团体讲将会伫咧找你罢工。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自早起8点就关闭。面对这款压力，纳坦雅胡讲，不管是谁人杀死人质，拢免想要谈什么协议。哈马斯国际官员讲，以色列古早签停火协议是造成人质死亡的主要原因。目前的战火也国加沙的百姓命运愈来愈悲惨。 有一间用来做庇护所的学校被空袭，造成死伤。 مدرسة صفد الموجودة في حي الزيتون وهذه المدرسة التي تأوي آلاف من هذه المدرسة وهناك أعداد كبيرة من الشهداء وهناك أعداد كبيرة أيضا من الجرحى. 因为加沙地区有囡仔感染小儿麻痹，也是25年来第一遍出现。目前以哈双方同意自初一到初三，每天停火8点钟，予64万的囡仔注疫苗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。